你苦寻多年的弟弟，我一直帮你教养着呢。什么？到底是谁？你看清再说。起来。大了，给你。姐姐吃大的。好疼。好疼。好疼。你们姐弟难得重逢，不想今日就同死雪中吧？你的命可以不要，但你弟弟的命不能不救吧？啊？我给你个机会，怎样？把金印交出来！阿月！有意思，我倒要看看他能为你做多少。阿童，阿童。太子殿下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放了他，我饶你一命。太子殿下好大的脾气，你看清现在的形势，筹码在谁的手里？住手！让你的人后退，你留下。退。殿下，姑说了，退。走。于飞尘，其实我骗了你，我根本就不是太子妃尹南瑶，我是碎心谷的杀手月见。我刺杀你，偷了金衣，所以你不要犹豫，杀了他。别杀了我！我知道，我一直都知道，你是杀手月见。我从大婚那天开始就知道，所以你骗了你。我的
的人都已经退下了，你还有什么条件？太子殿下对我们月剑真是一往情深，就用你的命来换他的命。不行，住手！我早已中毒，根本就活不久，你别被他骗了。你以为你杀了太子就能全身而退吗？别废话，赶紧用你来换他。好，于飞尘，闭嘴！阿月，交换之前，先把手割上。阿童还在他们手上。殿下果然从未让我失望过。这伤是当年春收之时遇到刺客，我舍身替殿下挡下一刀留下的，你还记得吗？掌骨裂，经脉损，从此拿不动笔，做不了皇。 何时开始怀疑我的？柳芳之事，二皇子，是你假扮的。 可是我真的没有想过，以我叔侄二人，竟然也会走到这一步。敢问王爷，往日恩情教诲，可有珍惜？我早就说过，全之一字，催人真心。你身在这个位置上，注定是孤家寡人。 孤家寡人，好一个孤家寡人！此事你莫怪我，要怪就怪皇权不可分。
怪皇家无情。你若不是储君，那你我二人就不会走到死生相对这一步。你想要皇位，你有本事自己去谋反啊！皇帝驾崩，皇子必须孱弱无疑。于飞尘，你优秀强大，民心所向，这是你招致沙皇的最重要因素。别见弟弟、夫君，今日你只能选一个。御剑，我直数3个数：1、2。大头，3。于飞尘，便宜3分，不会死。于飞尘，杀了他！太子哥哥，神魔，来得正好，一起杀！我教过你。神魔。杀！杜宾，留活口。神魔，你别想我呀，神魔！御剑，御剑，阿月，你怎么了？还好，我没有害了你。下辈子，我不想再做一个杀手。我想有爹娘，有弟弟，弟妹，两个一起打扮的家庭。曾难以用其身，略无回避是伤痕。难言一场爱恨，一把流连沦为故人。我有事。翻出阴阳人，西窗于此，寸断夜深。荒凉地宫太真，便叫我一个根。